今次呢個商業項目咧，建築面積都接近1萬尺㗎。其中我哋首要嘅任務咧，就係將5個獨立嘅單位咧，改裝成為一個全層嘅辦公室，去滿足翻公司咧業務嘅需要。喺出咗 lift 口嘅呢個位置啦，咁我哋都會打造佢為一個接待區啦。而喺接待區嘅後面咧，我哋就擺放咗一個可以容納超過20人嘅一個大型會議室啦，可以滿足翻一個大型會議嘅需要啦。同時間亦都劃分咗接待區同埋一個開放式嘅辦公室，保持翻一個足夠嘅私隱度。都可以睇到現場啦，其實而家咧都依然係5個獨立嘅單位嘅格局啦。咁嚟緊我哋都會打拆所有嘅間隔牆身啦，令到5個單位咧都可以改變成為一個特大嘅一個全層嘅辦公室。嚟緊我哋都會清拆所有嘅間隔啦，主要我哋呢一個位置咧都會變做一個開放式嘅辦公區啦，令到自然光線咧都可以引入去每一個工作崗位裡面。而家身處呢個區域咧係屬於全層辦公室最角落嘅地方啦，咁我哋就將佢劃分為一個休閒區啦，可以滿足翻茶水間嘅功能之外咧，亦都可以提供多一個休息點咧，俾翻喺度做嘢嘅員工。